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6月初3早起新闻，我是郭美君。新闻一开始，先关心伫咧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拜五暗时发生2台载客货车相撞的事故。这件事故目前造成至少207人死亡，超过900个人受伤，也有未少人要掉伫咧车厢内底等待救援。 平分脱困的乘客伫车厢外口着急想要救出受困车厢内底其他乘客，甲救援人员下令伫损坏的车厢当中救人。有受伤人倒伫涂骹无法度振动的车边，已经有数十具遗体。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拜五暗时发生火车事故，CNN报道指出，一个火车伫败尾了后驶向对向铁轨路并去，然后另外一个火车撞到并去的车厢。 अंदर आई तो देखी कि ट्रेन अचानक से पूरी टेढ़ी हो गई और मैं उसको पकड़ के मतलब मैं खुद बैलेंस नहीं कर पा रही हूँ मैं 这事故造成严重死伤，当局派出大量救援人力，赶去现场抢救。印度总理莫迪伫推特发文哀悼，佮表示全力提供各种援助。当地官员指出，除了2个印度铁路公司的客运列车，也有一个停伫现场的货运列车也加入这个事故。 We have got information, even collector has told that there have been casualties, but then since all are busy in rescue, we have not yet counted the number, so I can't officially confirm exact number. But yes, such a violent and tragic accident involving 3 trains, 2 passenger trains and goods train. 官员宣布，罹难者因得到12136美金的补偿，重伤的人2417美金，轻伤606美金。印度铁路意外真多，自控制年发生将近18000件，造成16400多人死亡。基础设施老旧甲维护无好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公司新闻电为人评价。 台东市的景点铁花新住路内底，一台以火车修改建的叉厝啊，昨暗时10点多是起火烧，火势是延烧了真紧。警消是随赶到现场救水线来救火，火势伫20分钟内是受到控制，无人伤亡。不过，这个以火车改建的叉厝啊，是前朝时期的车厢，外界认为可能是老兵团的坐车之一。 今次将有历史价值，该由台东县政府来调查。起火的原因目前也正咧以台东消防局调查当中。民进党的性骚扰的风波是继续爆，昨是搁爆出案件，其中一案是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员工，正前互青年部的同事性骚扰。伫迄当时，青年部的主任蔡木林唔但无处理，搁爱受害者回室内。 民进党昨下晡时会议内，党主席赖清德也提出3项改善方案。 民进党性骚扰案一直爆出来，车里有过前青年部党工伫面车接受遭到部门的同事4单的查甫人，唔拿信息电话来扰乱，也常常伫各种食饭的场合啉烧酒醉，对不当身体接触，更加想要伫出差时入夜房间，以真怀向当时的青年部主任蔡木林来申诉，却是遭到本案用语回应，更加被下室内甲4单的查甫人斗阵改表走。蔡木林后来担任劳动部处长李顺义机要秘书，车伊也以生涯规划为理由，向来请辞。 说可能会有人报，那会影响到劳动部哈。那我告诉他的就是非常简单，就是面对、接受哈。 蔡木林发出声明讲，确实不因为管理不当的原因，经过人事单位按党内规定来约谈，对着相关顶次也全盘接受，并且亲自反省。涉案的4单查甫人，就算桃园这记者也未出面来回应。而刚刚下晡又搁表示第3案，台北市议员何明华证实，伊伫2018年做青年部主任时，有当领防性骚扰，伊把要求党中央积极来处理，不过这过程是真无顺、真无奈，批评党中央处理的机制有真大的问题。 这整个性平的机制，你是不是一定要上报到中常会？你是不是一定要到我们整个的当事人，把事情闹到让所有媒体都知道？而涉嫌性骚扰的组织部政务副主任林南国，民进党也证实已经离职。对着一连串性骚扰问题，民进党秘书长柯立明率领团队出面来鞠躬下室内。这一个相关的被害人以及社会大众，我想必须先致上深深的歉意。 柯立明说明，民进党时的处理方式包含对加害者以党纪处分，涉法律者以上法办，当时设立申诉信箱，全面检讨相关通报机制。民进党也调开临时党务主管汇报，主席赖清德对性平议题发表3项激进的方案，并且搁在下室内。
所有曾经在民进党内受伤的人致上最深的歉意，因为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没有跟你们站在一起。面对性平事件与职场霸凌，绝对不需要大局为重。赖清德强调，除了追究这责任，也将活动内性平机制甲教育，表示无多其他人民会使随原谅，也个民进党一定会深刻来反省，请人民相信，民进党袂放弃价值甲理想，特地互选民来托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高雄市政府也逼出性骚扰的事件，消防局正方室一个公务人员，昨透过家属出面指控讲伊的主管有甲伊妄行砍即寡行为。伊内部申诉了后，等了2个月，也拢无消无息。即期市政府是无在了保护员工。其实就是求助无门，讲无所在求助，讲出这2个月心情。这个查甫人的牵手是公务人员，伫高雄市消防局正方室服务。今年3月底，敲电话甲伊翁婿口讲，休投的时阵，互伊的直属长官偷妄行砍甲下身。申诉了后，消防局成立性别委员会调查，但2个月也是无结果。申请换办公室嘛无互重视，佫发现性别会人员有直属长官熟识好朋友。同侪的议论无可厚非，加害者还在同一个办公室，也在议论，完全没有把这件性骚扰的事件当作一回事。对于公务机关的性平会已经完全丧失信心，所以呢，下午就到了警察局派出所去做了报案的动作。加上这期市政府无法度保护家己员工，决定解雇。市议会国民党团嘛，这期市政府性平办公室敢若设计，性平会嘛无依照规定2个月内完成调查，造成当事人更较大的伤害。消防局受理性骚扰申诉案后，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无记者会指控拖延2个月未处理。市政府是讲收到申诉是4月11，报告一定6月初5公布。法人指控拖延2个月无作为，当事人要求有独立休投的空间、调整工作地点的请求也拢有达成。根据了解，涉案的主管伫今年2月已经提出申请，要伫7月退休。3月底甲当事人少年所发生冲突，好亲像霸凌性骚扰案。市政府表示，若是指控是事实，原来依照规定处分。性别办公室已经启动调查，查清楚专案处理过程是毋是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民进党内性骚扰的案件是一直逼，昨搁新增加4案。当主席赖清德向受害者发话讲，绝对无需要大局为重。总统蔡英文昨暗时伫面册发表文讲，已经唔甘也真痛心。身为前党主席，伊认为伊也有责任，伊要向受害者甲社会大众回实礼。台大国法所的学术伦理案件，即阵捌参与过学术伦理审议的教评会委员、台大社会科学院长苏宏达，昨讲审议过程是有拄到真侪威胁，甚至有人找上门讲局内面都有你的赖，不过国安局昨暗时是主动讲并无即件代志。新北市邦桥区一个私立幼儿园老师疑似饲囡仔爱困药的案件，到今已经有10个家长提告。有家长批评讲，新北市教育局拢无咧主动关心，教育局是澄清讲有咧专案处理。另外，这间幼儿园的方面是以调查无公开做理由，无向家长说明，而且这月底阁要停止营业。家长烦恼是到时敢会无人通负责任。我身为父母的，我没办法去保护他。我说坦白的，我没有脸跟我小孩说我是他父亲。讲到宝贝囡仔，好亲像伫幼儿园互老师乱饲药啊，家长忍袂住后甜。新北市邦桥进前传出有幼儿园老师为了互囡仔听话，疑似饲安眠药啊这药品，代志曝光了后，陆续有家长来报案。有带小孩赶快到石牌荣总、台北荣总、林口长庚去验血。那这中间，我们又带小孩到土城长庚医院去验尿。5月14号到我儿子昨天拿到的报告是24号，这中间有10天，我儿子还是验得出来有巴比妥成分。港前市为5月2日开始，陆续带囡仔到台北警总、南口中警甲土城病院验血验尿，测伊确定伫体内验出残留巴比妥这种用伫治疗羊型疾病的药物残留。再询问一下海山分局。
已经有7位家长报案，这个老师是中班的老师，怎么会喂到小班的幼儿园？我们很遗憾的看到新北市政府是非常被动跟消极的。而且这幼儿园搁伫7月底停业，即摆还有数十位囡仔伫等待安置，互家长烦恼囡仔健康的同时，搁唔知要转去倒位读，无应该是一粒头两粒蛋。目前该教保员已经停职，那本局跟检警也同步启动了调查，相关的检验费用呢，会由园所来全额支付，以专案的方式，媒合每一位幼生来做幼儿园的一个安置，并主动安排医生以及心理咨商师。教育局回应，这教保员已经停职接受调查，相关的案件检警也在调查侦办当中，会专门配合司法调查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高雄左营机务段的加油设备站，有一个姓洪的员工，因为暗时无返去厝，同事去找人，才发现这个员工死伫咧做事的所在，头后壳疑似有互物件焊着。警方为监视器锁定另外一个56岁的员工，案件当咧调查当中，检方也去检验尸体。又则紧急过去代替高雄左营机务段的加油设备站，63岁姓洪的查甫人已经无呼吸心跳，到病院进前就死亡啊！这个现场是正偏僻是管制区，要经过2关才会当入去。死者疑似红讲头壳死亡。我只知道他们家人有打电话，但是他们没有，好像没有接。他没有接啦哈。战区里面有2道关卡，2道保全，所以说我们初步研判应该是熟人。死者是厂区内加油设备站的员工，迄天出门了后，一直到半暝拢无返去厝。厝内人请同事去看，才发现讲已经死伫办公室。警方初判案发的时间是伫早起10点，调监视器锁定伫工厂区，无共工作领域细林的同事有同嫌。早起去找伊煞对4楼跳到2楼，双腿骨折，意识清醒。当事人他没有承认，所以说一切都还需要用无罪推定原则，还在侦查当中。嫌犯无承认犯案，但是警方发现讲，伊真侪摆拢出入事发的现场，嘛找到摒扫的物件。检方讲，伊是要摕来消灭证据。检察官嘛伫下晡做验尸，还在侦查中，然后我们会安排那个就是复验，然后就是我们之后的后续侦查，我们会尽快处理。但是到底用什么物件共杀的，还未找到，因为2个人进前关系就真歹，警方推估是双方成员家才引起杀机，会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我做过前总统李登辉身边安全人员的孙汉峰，获中共吸收伫咧台湾发展组织。佮找捌做过前总统马英九警卫官的外甥仔王文炎，2个人伫2018年摕到总统府的机密资料泄露机密。这2个人，互人按照国安法分别判刑2年8个月，甲1年4个月。给我说明一下。空军退将金耀道涉嫌替中共伫台湾发展组织1审红判缓刑。将军会不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国家？海军退役小将夏福祥疑似互中共统战组织吸收，由咱退役的各界军官互检方来起诉。就连敌群的人员应该就互总统安全反倒等论罪强调，互国安法判刑定案。孙汉芳有期徒刑2年8月，王文燕有期徒刑1年4月的主要理由是，孙汉芳并未对岸发展组织，王文燕则多次接受旅游招待，其2人均否认犯行。立关服刑的就是退役敌军孙汉峰，进前学校22期，办是前总统蒋经国甲李登辉的随从。退伍了后到电话去工作，做到广东外联办吸收，借厝得到工作费，甚至摕到家己的外甥仔王文干，也是马政府时期是维系警卫官。伫总统蔡英文年代，支援国安局特勤中心，做摆受邀请出国去旅游，费用全部由中共来付钱。伫2018年，做摆交付总统府是维系特班表。各警卫组论到主管的姓名、电话这机密的资料，怀疑认为讲2个人无顾国家的栽培，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轮值表对我们特勤来讲的话，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真正的吸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也不相信我们的人会傻到说啊，我给你一个东西，你给我多少钱？我觉得那是不太可能的。在刑法里面规范，外国的间谍可能最高可判无期跟死刑，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的间谍，竟然依照国安法最高只有12年的刑期，间接的等于是说
就是鼓励中国大陆的这种间谍行为。过来则发生替一个军官牵涉入强谍的议案，专家讲，这摆量刑难免引发侵犯怀疑。强谍若影响国家安全，也冲击经济，建议恢复军事审判以外，嘛要对手法来进行改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疫情解封加上风台无损害，台东200公顷的下雪山野也开始收成，也开始有国内外的订单。不过，目前拍卖介绍下级的伫150块到200块之间，比往月有较落一寡。马华风台即马愈走愈远，台东县差不多200多公顷种下雪山野农民正欢喜一个采收，即马拄大出的下雪山野，因为闪过风台，今年开花期天气够好，这区的下雪山野拢生甲正水。你看这个附近都是种满口的这些农户，他们也是很担心。如果说没有采用过的话，就心里就比较开心。三小班的包装场内面，农民赶紧找人到骹手来包装，因为自这个月开始，每天拢有真侪订单。农民讲今年算是丰收。即马伫国内拍卖行情，的结果一公斤差不多150块到200，比往年小可较俗。国内一箱4.2公斤，大概会当卖到900块左右。另外，外销也比疫情进前较稳定。这个月空运外销到香港，一箱差不多1700块左右。香港免运费，每一批订单拢超过1000公斤。前2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外销香港的部分就比较少。那今年刚好疫情已经趋缓结束了。那外销也慢慢的在恢复当中。下雪山野，互人叫做山野界的 LV， 香味甲口感拢甲其他的山野无同，算是高级的水果。今年也有农民会加送甲农会合作的下雪山野加工四手仔，提悬买去。台东县政府估计今年下雪山野闪过风台，产量可能比往年加1-2倍，差不多800-900多吨，会协助农民到新加坡甲香港出销。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土豆的产量占全国的7成，当年6月份通收成，农民拢爱找空地仔来拍土豆。不过也烦恼讲，伫路边拍土豆会互人偷摕，也是引起交通问题。云林县政府今年规划203笪合法拍土豆的空间，互农民来利用。农民将打采收的土豆再来空地拍，才当互土豆保存较久，经过天然判米。今年6月份后。拄好是云林土豆采收期，过去这段期间定因为落雨，导致土豆农找袂到空地来拍土豆。现在当到乡镇市公所还是派出所登记排队。去派出所登记啊，登记这个有路权啊，这个路内哪有啊，拢有路权啊。按溪寮遐哪有一抓啊？你个路权咧整处理好，你就使拍啊，甲派出所登记一个使拍啊。云县府农业处表示，前几年常发生农民因为拍土豆。行业路人抢道进行，农业处要求警方乡镇市公所共同影响规划合法的拍场。原本去年只有5乡镇配合办理，但今年增加到7乡镇。合法拍场为去年110处，增加到203处。为共同研商提供合法赛场的规划。目前公所已经规划出203处的一个合法赛场。请农民如果有需求，可以向公所提出申请。另外也呼吁那个农民在曝晒发生时，在赛场的前后40公尺处要设置三角锥。农处就讲，这合法拍场大部分延续过去农民常使用的地区，比如面积较大的庙地，还是人车较少、安全性较高的路段。但为着避免争议，农民如果使用无经过申请道路当拍场被检举，会被开罚1200块到2400块。记者向云林报道。昨开始伫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有49个国家、600多个代表、几落个国防部长拢有参加。会议甲重点放伫美中关系、台海局势、加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本正美国是希望会当安排美中双方的国防部长会谈，不过中国是拒绝。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初日伫新加坡举行，49个国家、600多个代表、各国国防部长、驻青官员甲学者做伙进行3天会议，要以美中关系、台海局势、俄乌战争、南海纷争做主题。前国防部长杨念祖以学者的身份参加，面对中美防长恐惊无法度举行双边会谈，也引起真侪关心。第一个印太
外战略的一些作为跟发展，跟区域的一些同盟的关系。第二个当然是台海议题很重要，一定会讲。第三个美中关系他也会说。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周日暗下大声演讲，车上由美国防长奥斯汀发表美国伫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中国防长李尚福测试发表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学者分析，美中强行各人讲各人的，美国可能透过这届会议团结日韩英俄等，表达印太战略的声明。因为这2次的军演，对于日本来说，对菲律宾来说，其实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所影响。那在经过2次军演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这些盟邦会不会有新的战略规划？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美国、日本的舰艇停伫马尼亚的港口准备操演。美国、日本、菲律宾的海巡队伫香格里拉会议前一天初一头一届伫南海举行联合演习，澳洲是以观察员参加。The trilateral exercise serves as a testament to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peace,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safeguarding the lives and interests of our nations and the wider region.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日各派1架军舰参加，菲律宾是以地主国出动4架军舰，双方投入海上执法、海上搜救等，尤其把中国当作海贼，展开反海盗演练。NASA有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舰，反制中国持续扩张南海野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命运人士4月走藏，六四纪念馆6月初2伫纽约的曼哈顿正式开幕。展出34年前天安门事件的相关物件，希望让更加侪人了解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馆也新增加香港民主运动厅放送反送中的影像。六四学运的领袖王丹就向中国人发声，爱因唔通原谅，也唔通放弃。马会的衫裤，一张一张从吉林新的相片，放伫一间位伫第4大都办公大楼顶面小小博物馆。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即将届满34年，纽约六四纪念馆要伫初2，也就是纪念日前2天来开幕。代替已经关起香港六四纪念馆，正做即阵全球唯一有六四常设展的纪念馆。Here, for the first time, people can see physically the antiques we have collected over all these years. Most of the antiques are from 34 years ago. 香港对2020年国安法实施了后，言论自由和官方一直在打压。2021年，香港六四纪念馆被逼关起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最后决定在纽约曼哈顿重新来开设。This one, is another item with blood. This was used as bandage to band the wound of a student when he was shot on Tiananmen Square while leaving. 壁顶挂的旗啊，顶面拢真侪灰。另外一边的看板顶面是列出当年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即阵因真侪人意愿伫为人权来奋斗。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表示，自由世界拢面临中共的挑战。若是要来深入了解中共，就必须要回来到1989年的这段历史。If I will say it's very simple, don't forgive, don't give up. That's my message for mayb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Western people, I think you must know the true face of CCP. 纪念馆也正是香港民主运动厅同步放映2019年反送中抗争的画面，全球是有真侪城市有定伫6月初4纪念日前后举办爱悼的活动。公视新闻杨家编译。今仔日天气稍热，台南发布高温警报，温度上悬可能有36度。也若下晡对流云系发展，会闪雷公雨。中华、云林、嘉义县市甲台南拢发布大雨特报。咱所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
高岛地区24度到31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